中心今日宣布，无武汉肺炎确诊新增加个案，也係禮拜第300新增加確診數係0，現時全台灣總共有395個確診病例。台灣指揮官陳時中今日表示，考慮到亞經日咧，東南亞嘅疫情較唔穩定，也唔透明，故所考慮到歐美股票，咪愛對東南亞入境嘅人，愛有限額嚴調嘅方式，結天市場股票會再個對外公布。考慮到送咗人民嘅有污人士，係個來聽批賣實名制咗人民嘅藥師、藥劑師，係個衛生所人員愛辛苦，俾到愛本家條冇遵守下，故所對新嘅19禮拜二起始，達禮拜二就唔會繼續批送咗人民都要參加實名制嘅健保、體育藥局同衛生所。其他工業國集團要求16個人舉行實施會議，同意會用必要嘅措施強化對抗疫情危機。同時，咩非中呼籲世界衛生組織針對疫情資訊唔透明，韓國長期管理唔好，會徹底改革。全世界累計突破為220萬嘅確診病例。日本政府為了防疫情扯回來，16日公布為天意到位緊急事態宣言，擴大到全國47個都道府縣，實施到5月16個日。